級車都可以放炮，甚至係噴火。原理就係除咗更換直通嘅頭段，一套順暢嘅中尾排氣，拆咗3元催化同消音包，再配合程序就可以噴火啦。咁係咩程序呢？就係直接加大噴油量啊！注意呢個係一種富油嘅玩法，只要你嘅噴油量足夠多，多餘未燃燒嘅混合氣遇到溫度足夠高嘅排氣管就會發生爆炸。喺排氣管嘅尾端噴火，注意係尾端，自級車未完全燃燒嘅混合氣，只有喺接近尾端嘅地方遇到新鮮空氣先會有噴火嘅效果。咁如果你話你錢包冇咁富裕，唔想噴咁多油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加翻少少退點火啦，即係延後點火時間，讓混合氣燃燒更加唔充分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就係燃燒更加唔充分，使得更多汽油未嚟一次燃燒就被排出燃燒室，更多嘅混合氣喺排氣管發生爆炸，亦即係捨棄一部分嘅動力。你裝逼啊！當然，一般呢個退點火只會設置喺高轉速嘅區間，並唔會影響平時常用嘅2、3千轉速嘅動力。主打一個好玩啊！大家仲有咩補充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喎。